2019年，他们为梦想拼搏，他们挥汗在广阔乡村，播种出多彩梦想。他们背井离乡，扎高原，携手脱贫，奔小康。他们把自己活成盏灯，只为照亮身边人。他们拾起生命的落叶，延续淡淡的乡愁，走过365个日夜，守护一片天地。不负韶华，不负青春。2020年的春节注定不平凡。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侵袭了全国。病毒无情，人间有爱。在全国各地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各民族爱心人士纷纷行动起来，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藏族唐卡画师拉梦就是其中之一。今天，拉梦就和学生们代表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民族文化之家，为吉福社区的200多名一线的防控人员进行慰问。家乡的好，中国好。到这个那个，你懂这个的，你和这个那个落的呢？打这个那个那钱包那样钱包怎么说你他说，刚刚从中国这个哈里巴个这个呢，等你这个人看钱包这个特别个这个的这个说，你当刚刚说那的。yang atau Jungko itu me sama o ngar segi juga mereka lasak ba kasang odi ne, deni juga topik ni ba siga deni kasang dem tender dang, lakdang deni deni di toa nayam ngongok da, deni juga dep siapa kangmang deni tason di tang nakdong leni ne de ngongok toyo ne na, di caper dengan so di Jungkir dang ne, wuhu deker deni di jika lasak ba deni lika lim kan tu sama个哈里巴个口交呢。我是后面才加入的，因为就是看到老年人他们很辛苦，你看都80多岁的，70多岁的，你看嘛都在，就稍稍年轻一点的嘛，就加入进来了。对拉梦他们的行为，我们表示感谢，也祝我们整个武侯小区的这个民族大家庭越来越和谐，吉祥如意。拉梦和学生们也行动了起来，成为社区防疫工作的中坚力量。在这次疫情防控当中，大家也积极参与进来。截至目前，我们民族文化之家在我们整个社区进行各个少数民族返蓉人员的排查。在慰问过程中，拉梦得知小区里有一位因病致贫的老人独自抚养正在上高中的孙子时，便积极组织学生们筹集善款。确实很困难，拉梦老师听到这种，经常还是要动员我们啥子民族之家志愿者的那些志愿过来，经常是帮扶。感谢拉梦老师，感谢。我也帮不到什么大的忙，只能一个心意嘛。好。反正有时间我也过来，有时我也来看看。多年来，拉梦和他的学生们都成为了社区的民族团结志愿者。2019年，拉梦所在的吉福社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们他得点出这个着，俺从你当下你看蒙古这个，立即抢些这个着，大家们这个他这个小孩也拿小刚些给点出，你看让个。特殊的出个今年接触跟啊，这个这个的这边的你的落实完的那啊，这个他们这个那没把当车上啊，小娃那么作为这个门灯当抓起来了这个哟，抓起来了。四川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疫情防控期间，拉梦还创作了抗疫主题的作品，为一线战役人员加油。把艺术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是拉梦最愿意做的事情。他始终相信，美的创作和传播更需要一颗美的善心。2019年8月28日，甘孜县格萨尔王城推介会在成都举行，向全球推介甘孜县文化旅游资源和格萨尔王城、格萨尔机场和格萨尔文化。拉梦作为格萨尔王城的设计师之一，受邀参加了活动。格萨尔王作为世界上现存最长的史诗，是我国3大史诗之一。传说中，甘孜县是格萨尔王所争夺的崛起地之一。走在格萨尔王城看到的是以文化集中民生的湖心湖谱，绘就出民间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蓝本。格萨尔王城以其独特的风姿与傲骨，见证着曾经的光荣与伟大。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格萨尔王城，不见不散。2017年，拉梦接到了家乡甘孜州政府的邀请，为正在打造的格萨尔王城做整体建筑设计工作。这和拉梦传播传承藏族文化的理念不谋而合。甘孜县地处格萨尔经济圈，打造格萨尔王城将推进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也能够促进当地乡村文化振兴与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然而，摆在拉梦面前的是一次难度空前却极富挑战性的艺术表达尝试。甘孜县格萨尔王城，它这个意义很大。当然是过去我画那个格萨尔王的这些唐卡跟雕像这方面，还是我创作了很多。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也还是有难度的，光自己想想画也是肯定不行的。拉梦说，格萨尔王城是外界了解藏文化的重要平台，自己责任重大。当时为了寻找灵感，拉梦找到了著名藏学家、格萨尔文化研究学者泽仁吉美。两人一见面就热烈地讨论了起来。做的可做个我啷个话题上嘛我们看的拍成，那的这个这东这个呢没写的这个人工我打的有记得啊。그것도 때요 좀 근데 그 이게 다다가 법정 상주 딱这个学会现在看出去30元大奖和80元大奖的每个人的人物造型都不一样，所以格萨王的一系列的一些故事情节和那个大奖的话，然后原有的基础上我们也吸收了我们西方的油画，然后就我们中国的工笔画等等，这也是有一个创新创意的。设计来源于知识的积累，反复的比对尺寸和细节，研究资料，查阅史籍，只为灵感刹那的闪现。如何将格萨尔的精神气质形神兼备地融入到王城建筑群中，拉梦似乎已经成竹在胸。在之后将近1年的时间里，拉梦为设计的准备工作忙碌着。和甘孜县宣传部长建国一起讨论设计构思，是拉梦设计准备工作的重要一步。这比拉子，给啥个这比拉子的，给啥坡中这比个坡中的。我们得去啥路的？
改了过了，我们也实际上就是按照这个做做了少做一些改动，大体那肯定就没得啥子。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设计方案，很快就获得了建国部长的认同。一幅幅设计蓝图已经跃然纸上。2019年9月16日，四川甘孜县格萨尔王城举行了盛大的开城仪式。与格萨尔王城同步投入运营的，还有甘孜州第3座民用机场格萨尔机场。现在，从成都、重庆到甘孜县的时间缩短至1个小时。拉梦以前也没有想到，唐卡艺术会对家乡的发展起到如此之大的作用。经过1000多年的融合与创新，唐卡一代代传承下来，被誉为藏文化中的瑰宝。这里是甘孜州色达县，是拉梦魂牵梦绕的家乡。我从小时候喜欢绘画，因为就是我父亲是个唐卡画师嘛，受他的影响，7岁就开始学画画。我们家里也有一些唐卡，然后那个唐卡呢是在我们过年时间可以挂在那个家里边。我就以后就想把它努力又学出来之后，就能不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话，那我就特别高兴。小拉梦学会了就地取材，以草地和石头为画布，以树枝为画笔，牛羊、雪山、大河、花朵，一个个图像活灵活现。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我们离这个色达县城还是比较远，还是几十公里。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交通，也没有什么公路。有一天是我们那个父亲骑马过去到县城上，给我买那个本子，有一些笔，买了一些颜料。我特别高兴。大概我记得到15岁的时候，我可以独立的可以画唐卡。天道酬勤，年轻的拉梦将天赋发挥到极致，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唐卡画师。近年来，拉梦先后完成了大型唐卡格萨尔王与30元大将聚会议事、格萨尔千幅唐卡、莲花生千幅唐卡等唐卡作品，同时还为中国藏学研究院中心藏文大藏经绘制了彩色佛图像50幅，山水画插图401幅，完成了大量高水平的唐卡作品。现在，拉梦已经是藏族唐卡噶玛噶孜画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他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多培养一些画唐卡的学生，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为了能有更高的平台，能和更多人交流唐卡艺术，2005年，拉梦带着学生来到了成都。白棉布被剪裁成型后绷上木架，这是唐卡制作的第一步，却也并不简单。绘制唐卡的颜料有严格的讲究，学生们在这里需要逐一学习从崩画板到磨制颜料的每一个过程。这每一步看似不经意，却是对初学者耐心的磨砺。拉梦这些年不知道培养了多少名学生，他希望每一名学生都是一幅珍贵的唐卡作品。
这几天，几名学生生病住院才出院，拉梦不由得有些担心。哎，阿丽姐，阿丽姐，打头牛肉。等等呀，等等，上头子去。查大奖点嘛？大妈的睡觉的吃不上课。在拉梦50年的生活中，唐卡和他的学生们都是他一直牵挂着的。그게 지금 냠자들 가산저거 디 당그 양 지금 remont는 지금 삼롭 당산다 모스. 나그데 그게 지금 그 다리방 당오즈 그 잔이 당단 바제니 타서 데니 코그 지금 그 제대가 사강 지롱 거 제대 문롱 거 그때 특산다 강 비정니 디탕 콜라 거름서 되네. 이나 당오랑 그 합저 락샤 팀투르 셈장나 락장나 어디니 지금 그거 그때 장나 양마스 그거니 이 야브 그 디쳐서 다상들을 다ည 사로야 하요 안도서 참아 그게 글리즈 프스탕가 마레티 참야 프스탕가 레 총나 다한테 그거서는 쳇야를 납세 염라나 그때는 그게 시리즈나 할리바야 하요 从第一次收学生到现在开办拉梦唐卡艺术学校，已经过去了20多年。这些年，拉梦收留的孩子越来越多，屋子里的画架也从1张增加到现在的50几张。어때？对的，早上给我打过电话那个，是吧？好。你们说是哪一个在想学画画了？是他。这个我想学还有你啊。你好。好。就是我们那个师兄都想去学，都是在学习上传佛学的一些师兄，对这个唐卡都有很浓厚的兴趣，学过，小孩也学过画画。是吧？对，他们都有。我在那个用藏语来讲课，都汉语有的地方呢表达不出来，但是大概给我黑板上画一下，然后就在有的不懂的地方可以我们再交流嘛。不分民族，不分性别，完全免费。这是拉梦在办学初期定下的招生原则。从1998年起，拉梦用自己的绘画收入承担了所有贫困学生的衣食住行，甚至包括医疗费用。在孩子们的眼里，拉梦既是老师，也是父亲。他们亲切地叫拉梦阿爸。每天都会过来看我们，然后到这里也不需要担心什么，只要你好好努力，好好去画画，认真去做人，我相信一直待在这里肯定能成为像拉梦老师一样的一个人。争取以后要向老师学习，做一个像老师一样伟大的人、善良的人、朴实的人。拉梦的学生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巨大的经济负担让初到成都的拉梦感到了压力。他们有些是孤儿的嘛，没有地方回去的嘛，已经待到这个程度的话，那我这个放弃就不行了，只能是坚持嘛。remote 골목은 만당니 잠바 때가 시기 쪽보나 때미서 그 yar고트 대양 그 jet카전 던라련지는데 대한쪽 그 대양 만당니 다소 다른 그 프리오니 탕카다서 코솔락 담아비하는 그 대미그 그 골목 yar지는데 다 때문이다 강라 강삼 그 강을 하장 모좀 찾송
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也没有改变拉梦传承唐卡艺术的初心。通过媒体的报道，拉梦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2014年，成都武侯区晋阳街道吉福社区为他们免费提供了一个稳定宽敞的画室。拉梦也在这里成立了拉梦唐卡绘画学校。从此，孩子们有了一个安心学画的新家。3年白描，3年上色，是一般唐卡学习的模板。拉梦的学生中，不乏学习10多年，可以出师，也不愿离开的。我这个给拉梦这的这么像一路教的的，这个电脑呢，他这个老师的什么买弄的，他让这个他差不多这个某些话题上的他而且还蛮大的某些话题的，还里边话题上。这个这个攀升个玩意儿，还里边动画的主要是么样的？可错个俺啦，跟的西样的，还讲个动画样的，你的可错了，一起当的，点出当前不样的。염산 치르즈디 다 디랍 데모가 지금 저건로 종친 데모 탄성디 다 르게다 고지 하장 망보연데 데니 또소 참미 자미지나 코초가 랑그 머르크 르니 트로진 데니 뜨가 디랍 그 지금 자초파가 르니 강하나 코가 소르니고이니 다 뜨가 저건로 강커도 존노 다 코가 샤가 하장 그 먼라비 뜨데 염산 레삼고요.成都拉梦绘画艺术交流中心是拉梦为了传播唐卡艺术开办的一所集文化交流、唐卡展示、才艺展示于一体的综合交流中心。今天，这里像平常一样，又将迎来新的一批参观者。好，进去去的如果说这个各3网的大奖都是可以这个原有的基础上，然后就可能我们吸收了很多西方的油画跟我们中国。拉梦一方面要保留传统，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探索，才能让唐卡艺术充满生机活力，让更多人知晓。面对所有对唐卡艺术怀有热情的人们，拉梦都尽可能把属于艺术最美的一面展示给大家。2015年11月，拉梦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联合开展的“我推荐、我评选、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中，登上了全国好人榜。从7岁到50岁，拉梦用画笔守望着他多彩的唐卡梦。未来，他还将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行。那这个工作，我这个罗马所讲的就当休假嘛，等你我做个没得个肉呢那叫个，我做热克个肉呢那叫个，到热克西干这个的这个做这个的咖啡的，人中的就대란강크는 종이 대란 마치게 그 휴기적이고 디그 리바양 장요 그 랑거 그 와주를 삼주가 다 예치양 또 뭐지 다른 거 요거从一个孩子到一群孩子，拉梦用艺术和爱为他们营造了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他相信，爱与希望也将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开出人间最美的花。